第18章，耶稣说一个譬喻，是爱人常常祈祷，毋通灰心。讲某城内有一个官，毋惊上帝，也无尊重世人。迄个城内有一个官妇，常常到伊迄位讲：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甲我伸冤。伊做日毋准，后来心内讲：我虽然毋惊上帝，也无尊重世人，只因为这个官妇烦扰我就甲伊伸冤吧，免得伊常常来甜磨我。主讲：恁听这个不义的官所讲的话，上帝的选民入眠呼吁的，伊创然为因忍多时阵，减无长久甲伊伸冤吗？我甲恁讲，要快快的甲因伸冤。总是人子来的时阵，拄着世上有信德的吗？耶稣向遐个靠家己是义人，藐视别人的，说一个譬喻，讲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徛着，自言自语的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我无亲像别人，吝啬、不义、奸淫，也无亲像这个税吏。我一礼拜禁食2摆，凡那我所得到的，拢捐上1/10。迄个税吏远远的徛着，连夜目望天也毋敢，只对兄讲：上帝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甲恁讲，这个人倒去，比迄个人反倒算做义，因为凡那自高的，的确降做卑微；自卑的，的确升做悬。有人抱家己的囡仔来见耶稣，爱伊蒙因，学生看见就责备遐个人。耶稣却叫因来，讲：互细汉囡仔到我遮来，毋通禁止因，因为伫上帝的国内，正是即款的人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凡若要承受上帝国的，若无亲像细汉囡仔，断袂入去。有一个官问耶稣讲：良善的先生，我应该做什么事，才通承受永活？耶稣对伊讲：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上帝一位以外，再无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知影，毋通奸淫，毋通杀人，毋通偷窃，毋通做假见证，着孝敬父母。迄个人讲：这一切我对岁拢遵守了。耶稣听见就讲：你阁欠缺一项，着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予丧乡人，就的确有财宝伫天顶。你阁着来跟缀我。伊听见这个话，就真忧愁，因为伊真富足。耶稣看见伊就讲：有钱财的人入上帝的国，是何等的恶啊！骆驼穿过尖的片，比财主入上帝的国较容易呢。听见的人讲：安尼一罪会得救呢？耶稣讲：伫人所袂话的事，伫上帝却话。彼得讲：看，阮已经放杀家己所有的，跟缀了你。耶稣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人为上帝的国放杀房厝，也是妇人人、兄弟、父母、囝儿，无有伫今世袂得百倍，来世袂得永生。耶稣带12个学生对因讲：
看，咱上耶路撒冷去，先知所写一切的事，拢要成就伫人子身顶。伊特别受教互外邦人，因要喜人的、灵足的、配烂伫伊的面顶，搁要鞭拍、杀害。第3日，伊要搁活。这个事，学生一项也毋知，意思就是稳肯的，因未晓得所讲的是什么。耶稣将军耶利哥的时阵，有一个青面的坐伫路边讨饭，听见真侪人经过，就问是什么事。因甲伊讲，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。伊就喊叫讲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伫头前行的人就责备伊，毋准伊做声。伊却哪发讲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！耶稣徛地，吩咐将伊带过来，到面前就问伊讲，你爱我为你做什么？伊讲，主啊，我爱会看见。耶稣讲，你通看见，你的信救了你。青面的连边看见，就跪地耶稣，一路归荣耀互上帝。众人看见这个事，也学乐上帝。